模型瀚海半生浮沉，聊备一斋解忧。既无长租名山之巨作，亦无振聋花聩之奇闻，堪有模型小道寄情忘俗，略抒胸中郁垒。音乐文学相去渐远，琴棋书画方会有时。唯有模型不羁心中波澜，足伴余霞。他是邱一伦，本身的职业是牙医师，却对军武模型有着热烈的爱好，甚至在住处开辟出一间专属于自己的模型工作室，里头满满的各种模型，已经完成的、未完成的，琳琅满目。只要有空闲，邱一伦就会待在自己最喜欢的空间里，自作或是欣赏模型。他笑说，这个已经走火入魔的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都没有变过。5年级的时候，我阿嬷都会带我们去台北。那时候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就突然看到有一排模型，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叫模型，就有一排玩具吊在架子上，它零件是分开的。可是它的图就是很吸引人，然后就很着迷，后来就凹着阿嬷就买下我的第一盒模型。那是一辆德军的8轮装甲车，那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完全只是想说啊，这个东西我想买回来玩，可是没想到这一玩就玩出了以后30年的岁月。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回高雄的路上，在火车上面，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因为它里面有附一罐小小的强力胶，可是手边没有工具，可是那时候也不晓得需要什么工具，就是把它从零件从上面用手就直接把它扭下来，然后按照图就开始组。因为是在火车上，所以它那空间很小，结果发现零件掉了一个，回去哭了半死。结果那一只虽然是完成，可是就是少了那一片零件。我永远记得那一个零件的形状。不过那时候模型对一般小朋友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高不可攀的东西，因为它是舶来品比较多。那时候台湾没有厂商，而且那时候进口货的价格都比较高，所以我们也不能常常买。可是我们只要累积到60块就会去买一盒，因为那时候的标准价，小盒一盒就是60元。那时候牛肉面我想一碗是30块，那阳春面一碗是5块钱，大概就是这样的标准。所以对小学生来说，可能要等发压岁钱啊，或者是考试成绩比较好的时候，有奖金的时候，把它累积起来再去买模型。在30年前，物资还很困乏的年代，小孩子想拥有一盒模型，总得存上好几个月的零用钱。但模型的世界深究下去，就像大海一般无边无尽。一头栽入其中的邱一伦，只能一点一滴的往深处慢慢前进。那时候刚好有一家大明王氏图书出版公司，我想做模型的人，只要年纪大一点的都会知道这一套书。那一套书刚开始是在书展看到的，那第一本我看到的是隆美尔的非洲军团，那里面就有一些战车的照片啊，然后一些图啊，一些线图，然后再过来还有 ME109，然后一系列的书出来，然后再过来是神出鬼没的希特勒舰队。那时候你就看到俾斯麦啊、铁臂字啊这些战舰啊这些图，那时候你就很想把它做成模型。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因为那一套书，然后开始去研究这些
模型的军事的时代，还有真实世界的发生的事情，它的背景，那时候的2次大战啊，什么都看的那一套书都了若指掌。做模型其实会跟军事、历史、政治后来都会扯上关系啦。后来你会看的书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所以模型不只是模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孩组装的玩具。只要你有投入够多的热情，其实它里面是让你一辈子都赚不完的学问在里面。许多人常把模型和玩具混为一谈，认为就是小孩子打发时间的小东西。这是邱一伦最无法忍受的。在他的眼里，模型与一般的玩具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模型跟玩具之间的分际，我想我们看到一个玩具，小时候看到一个玩具，第一个动作，如果是飞机的话，可能就会拿起来想要射看看。那如果是一辆车子的话，你可能会想要去轮子给它滚看看，然后炮打给它转看看，然后这个动动动，那边扭扭这样子，那个是玩具。然后模型的话，它粘起来它很脆弱，它很精细，它没有办法这样玩。然后玩具跟模型还有个差别，就是玩具它是不管比例大小的，那模型它是有分成很多比例啦，像这个就是1/32，还有前面的轰炸机有一些是1/48，小一点的1/72，它是按照一个标准的比例做出来的东西，你不可以天马行空，自己要加个翅膀，或者是多个轮子，你一定要忠实于实物。我觉得模型跟玩具的最大差别就是模型是由实物缩小比例而成，那玩具的话就是只要小朋友喜欢，只要看起来像就可以了。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因为我的工作很多小朋友一进来牙医诊所，他就会很紧张，就会很害怕。可是当他进来看到有他熟悉的飞机，他喜欢的飞机，甚至于宝可梦，就会放松他的戒心。所以我们对处理小朋友就会比较不会有一层隔阂，会比较容易亲近。那我的做好的成品几乎都摆在柜台，都摆在这个展示柜里面。像这个 M42防空炮车，我们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是装甲旅，所以我们旅里面的装备对这个就很有印象，所以很想把它做成一个小故事就是上级长官对于明天的打靶很关心就来关心一下明天弹药的准备如何。然后他因为这个也很怕出错，所以他把睡袋搬来，准备要晚上要在这边挑灯夜战。这是一个小小的场景。然后这个是中正号中正号 F51这个是我们台湾早期的空中主力这86，你看这是雷虎，这是那个雷虎小组，那个有去国外表演为国争光这是美国隐形战机F117。这个是我比较最近做的比较最近做的，这是 SU-76，这是反装甲，也是自走炮啦，也是自走炮。这是 T-5，这是以色列的车，它是在俘虏对方埃及还有叙利亚的坦克之后，他把它改装他的炮，然后改装机枪这些，然后变成他自己补充他自己的战力。所以以色列这种因补于敌的方式，也增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
这组是维修的场景啊，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英伦三岛空战，那模拟那个在战场上检查飞机维修的情形。像我诊所会有一些小朋友进来，如果他有兴趣的话，我都会跟他说：“你现在几年级？”他说：“我3年级。”他说：“好，那等过2年的时候你再来，我会送你1盒模型。”而我真的会做到，因为我做模型开始是5年级啦，所以我觉得你要动那些工具啊、刀啊、剪的哈，其实我还是希望5年级可以开始入门，所以我会小朋友5年级来跟我说，我5年级了，好，我就拿1盒模型送他，让他回去也去做，享受这个模型的乐趣。小时候的邱一伦跟大多数的孩子们一样，只要一架模型飞机，就可以想象自己在万里白云上驰骋，翱翔于四海之中。然而，如今各种娱乐的游戏推陈出新，全台湾的模型专卖店在市场冲击下，竟然剩下不到100家。这些硕果仅存的模型店，也努力着开拓出更多的生存之路。为什么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同好还是喜欢到传统店面上去购买？第一个，你到传统店面，它除了一个人情味之外，第二个重点是你在里面可以碰到很多的同好，甚至你可以跟同好彼此这样去了解研究，甚至一个老手可以带一个新手更了解这个模型，甚至可以讨教他，不管是在模型上的制作、上漆上的制作，甚至他将来要用材料上的制作。那这些都是网络上你没有办法去满足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只有在一些比较传统的老店，才能满足你。重点是人情味。1次2次，那个没有涂装完成之前都是属于打底，都属于打底，所以不管你涂几次啦，1次 OK 尽量不要这样，因为你太浓稠的话，漆不好涂，会拉出很多的刷痕的，这样拉出很多刷痕，反而那个事后你那个漆干了之后，一条那个高低不平，表面不好看你要把漆给调细。除了玩家之间的交流以外，模型达人同好会也定期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交流活动，将全台湾各地优秀的模型作品齐聚一堂。除了同好交流之外，也要向高雄市民展现这些精巧模型的迷人魅力。以前是没有，因为受限场地还有经费。那现在慢慢的，因为大家就是凝聚一个共识啊，因为大家以前都是慢慢玩嘛，那现在渐渐的脸书嘛，手机普遍化，所以资讯上会比较发达，因为大家互相互动会比较高，那又加上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那个龙门他找场地，然后时间，让大家就是所有玩家，不是纯粹比赛，而是展览，把大家的作品自己做出来的作品给大家看。这样，然后来推广模型的那个文化，然后可以让大家有兴趣去做。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包括年轻人也是啦，资讯发达嘛，那当然手机游戏也很多，那大部分一玩到这个游戏就不太想去动这个模型，所以我们之前有办了几届，那还不错。我还发现有那个爸爸带儿子去，然后就很意外说，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个展览有在办，所以他就很希望他儿子来学这个模型，就是才比较不会乱跑。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在星光3月啦，我那个场地就是一般我们百货公司会有一个
会有个区块，就是在做展览的。像他的前一次是某一位艺术家的画作，然后他就把那一块跟百货公司谈好，就把它租下来，然后就邀请把高雄这些我们做模型的同好的模型，通通只要有兴趣的大家一起来。然后我们也联络了台北、台中、台南各地的模型高手的作品，都把它请来，所以那一次算是办的比较盛大一点。我们每一年几乎都有一种成果展，它不是比赛，它是一个成果展，不管好与坏，那只是把我们的作品展现给更人知道，去推广啊。那相对的，我们这次展出，我们也会广邀学校机构、一些国中、高中来参展，学生组最重要是推广，甚至在现场举办讲学讲座，让他知道。那至于加入我们的协会的话，我们协会是2-3个礼拜会聚会一次，好，那聚会一次，大家拿出自己的作品哦，彼此互相去研讨，总比小孩子走路起端的好。那还希望政府来大力支持。模型同好社团结合传统的模型专卖店，共同打造一个方便大家交流互助的平台，让原本遮掩着神秘面纱的模型大神级人物，都纷纷为模型推广共襄盛举，挺身而出。陈永辉便是其中一位热心的大神级人物。他精湛的技巧、鞭辟入里的考证能力，完美呈现模型特有的时空感与故事性，让观赏者立即融入模型构筑的时空背景，更获得了海内外玩家的一致推崇。我第一次接触模型，其实应该是在国小3年级，那时候应该是民国56年或57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对台湾来讲的话，是刚从艰难要慢慢开始有转向一个经济要复苏的那个年代。其实我们都知道，高雄最老的一家百货公司是在那个盐城区大勇路那个大兴百货。那它是高雄市唯一的一家百货，那也是我们平常放假就是唯一能够去的一个，算是最高级的一个去处啦。那那时候好像只有大兴百货它有那个专柜，可是就是只卖塔米亚，但是那个是很早期的塔米亚模型，应该以现在的模型来讲的话，算是比较粗糙一点。模型早期在日本其实算是一种益智玩具啦，就是它让你组合，然后上色，就是去借这个去训练你的小朋友的逻辑。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把它当玩具，不是当模型。其实那个时候没那个技术，说也不知道什么是模型，那只知道说它跟一般的玩具来讲的话是比较细致。我开始真正的是在接触模型的制作模型是，应该是大概我20几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我们高雄算是最突出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消费场所，就地下街。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他们都知道，就当时青少年就是比较喜欢去逛的都是地下街。那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早接触到的都是属于比较日系的东西。那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其实是钢弹模型，但是不是钢弹，而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是很了解钢弹是什么东西，但只觉得说它的造型非常的帅，然后它的颜色配色也不错。从那时候就20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开始玩到现在。我们拿别盒的那个模型来的说明书来示范一下。其实一般模型
的话，它会有这种所谓的那个迷彩色块的一个那个示范图，就是让我们可以参考它的形状跟它的位置来去照着这个去喷出它的迷彩。然后大部分因为喷枪的控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大部分人会先用铅笔把这个色块的形状，先描在车体上，以防说万一喷歪了或是喷错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初学者的话，或是说比较细心的人，他们会去做的一个动作。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就是直接一点。所以我今天是以那个也是2次大战德军那个 L70V 的那个战车的3色迷彩，其实它这个迷彩是通用的，然后只是说实际情况它有用到这种迷彩或是没有而已。那我先把我们所需要的漆准备好，就是因为一般像这是那个 Miscala， 也就是我们所谓军事的那个模型漆，它属于油性漆，然后它上面会标示这是用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所以我选择的是那个2次大战的那个德军3色迷彩的颜色。其实我自己的作品我完成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会先欣赏，我自己觉得满意了，我才会分享给同好或是朋友。所以其实我每件作品都等同是我的孩子一样，因为别人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用生命在做模型，因为我几乎我的生命都耗在模型上，所以说我在去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我是完全投入。对，所以说，其实我现在真的在我身上的模型很少，因为以前早期我们作品完成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希望呈现给一些同好，或是说能够去逛模型店的人，都是更多人可以欣赏到我的作品，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摆在龙门模型的橱窗。那也非常感谢老板娘都把我卖掉，因为就像说，我不用去开口介绍我的作品，我是去介绍模型，因为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买家他有共鸣，是价钱 OK， 他就拿走。其实我是真的想要掉眼泪，因为那也都是我的心血，但是因为老板说，再做就有了。30多年与模型相伴的日子，几乎是人生的一半。在模型达人的心中，他们无法想象没有模型的日子。模型早已与人生画上等号，就算步入半百之龄，这样的热爱也永远不会消退。我们娱乐有很多啦，我们上班每个人工作之余都会想要有个娱乐。像我们如果说玩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场地，你可能需要球友，要有伙伴才玩得起来。那模型这种东西，你只要有一张桌子，然后你只要有个抽屉，你把模型拿出来，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做。其实模型它的乐趣就在于，它可以独乐乐，也可以众乐乐。你自己玩有自己玩的乐趣，你跟大家一起参加模型展览、模型比赛的交流也是一种乐趣。所以它是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像你正做模型的阶段，我看到这项模型，我就会想起来我的那一段时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实用模型也可以来写日记啦，其实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模型对我来说就是无穷想象力的延伸。玩模型其实对越年轻越好，因为它对小朋友的那个
逻辑，还有那种色彩跟那个思考，其实对他的大脑开发是有很大的帮助。模型制作本身其实是不困难，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那个恒心，我觉得也是一种训练耐心很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你要从拼装到粘合到上色，甚至你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会改造，其实这个都是需要耗很多的时间在上面。那我们常常听，之前有一句那个广告词叫做“玩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但是其实玩模型的孩子才真的不会变坏。模型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缺一不可。